手表伫广播电台广播迄个陈文英，都是伊。嘿啊，啊个广播迄小玲小美就是查某囝啊。文英，你到底走去倒去？这个时间应该爱来才对咧，啊哪会还袂来？奇怪。哎，小，大进步啊！吼，你又哪会来吼？伤慢啊啦，人因已经走啊。走。大进步啊，伊是走倒去？啊当你都无爱等伊啦，你搁问这要创啥？我，大进步啊，我知影我唔对，我愿意原谅阿坤，我愿意，只要我两个查某囝会当来我的身躯边。大进步啊，你甲我讲，伊即摆伫倒位？真实的呀？啊，不过你已经要甲人结婚咯。我无想要结婚。大进步啊，你讲了无唔对，我袂用做一个无负责任老母，我更加袂用无爱两个查某囝。真实的是啊，真好真好。你既然敢有安尼想哦，我就甲你讲，因怎是伫咧倒。爸爸，你唔是讲要带我去找妈妈？爸爸，你唔是讲要带我去找妈妈？咱已经甲大进步约好啊，明仔载就要转来去台北啊，转来去台北了后，咱再来去找嘛。我不爱，我不爱。小美，你若搁唔听话，爸爸是要生气哦。啊，不安尼啦，咱过来去上人会等妈妈好无？我已经讲过啊，咱要转来去啊。恁妈妈未来啊，是要搁等啥物？爸爸，你骗我，妈妈会转来，妈妈会转来啊！我讲我无骗你，是无骗你啊，伊袂转来啊。会啊，一定会啊！你若无爱去，我甲你去。小美，好啦，无爸爸答应你。就是咧。当然嘛真实，要不天若红，咱就要转来去，无爱搁等。不出来，我来甲看卖吼。大家等。小玲啊，小美啊，阿坤啊，哎呦，啊哪会拢无人伫咧呢？啊，我都甲约倒车等，啊哪会无啊？一定是去遐。哈？嘿，你讲遐是伫倒？伊无转来遮，一定是去上当会咯。大进步啊，啊，咱今来上当会，无得较会当找到伊嘛。哎，无，唔通啦！我即马袂用甲你去，因为我甲阿坤啊约好啊吼，我叫伊倒车等我咧。啊，我即马若甲你去，毋对，伊若转来，啊，毋就烧出咯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家己先去吼，啊，我倒车等阿坤啊。较输因爸仔囝若有转来吼，我才带来去上当会园找你啦。安尼嘛好。安尼好。大进步啊，真多谢。哎，拢爱讲多谢，紧去。哎呦！天公伯啊，你着保庇哦，保庇，互因一家大细会当团圆，保庇。
小丽，小丽，妈妈，妈妈，我跟爸爸可以做这个人呢。妈妈，我告诉你。文玲，过去拢是我行，请你原谅我。过去拢是我行，你原谅我好。爸爸，妈妈，你哪里不好玩呢？好棒，好棒啊！好棒，好棒啊！棒棒，来棒！无呀啦，我应该甲你说多谢啦。大金婆，你做人真硬吼，要甲你恭喜哦。是啊，恁是你老鹅咯，哦，你是相当的会员哦，较是风景好哦。因为你电台广告吼，即使阮某囝大家才会当传伊见，实在互你真多谢。哪里，这是做一个电台主持人应该爱做，恭喜恁哦，规家大团圆，恭喜恭喜！在，这真好耍的咧，那个佚佗几条来转。啊，实在真感谢，应该感谢你的啦。这回吼，因翁仔某若毋是为着你这个相当会员哦，嘛无法度遐尼紧就团圆，应该甲你说多谢，拢来咯。啊，来佚佗的，来佚佗来，再见。应该，毋甘你遐尼啊久，我对你深深感觉足抱歉，辜负你对我一片的真情。本来我就是讲，我可能会当袂记过去，甲你斗阵生活日子。要毋过，我是一直咧欺骗家己，我无法度离开我的囡仔。你嘛无希望我做一个不负责任的老母吼？所以，我要回去我囡仔的身躯边，希望你会当原谅我。最后，我衷心祝福你，会当找到一个真好的太太，永远幸福、稳赢。袂阁等无人啊啦，已经等着啊啦吼。是讲阿坤啊，对即马起吼，你着爱好好啊照顾即个家庭，啊嘛爱好好啊补偿文英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啦，大新妇啊，今仔日若无你吼，阮即家口啊，就无法度通好团圆。我毋知影要安怎感谢你才好。为什么敢若甲我感谢？毋是敢若我尔哦，恁小弟阿伯啊，有哪拼甲恁？无啊，多谢你哦。咱是兄弟啊，你搁甲我说多谢，你哪有理？今仔会当看恁安尼吼，一家安尼圆满团圆，我就上欢喜啊咧。对，大进步啊！我甲阿君参详过啊，阮要好好甲你答谢，希望你会当接受。答谢？哎哟，那对。是啊，我上了解大进步啊啦，伊若共人斗相共，都无希望人甲伊答谢，只要你后摆吼会当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那安尼，大进步啊，就真欢喜啊！嘿啦，秀娇我伊上了解我，伊讲安尼就对啊啦。要毋过大进步啊，文英，大进步啊，千言万语吼，总讲一句，阮真感谢你啦。有影，我甲文英，阮两阿某，阮的四大人早就拢已经过身去啊。今仔有大进步啊，你伫阮的身躯边，教阮做人的道理，敢若亲像讲阮的四大人同款的。我真希望讲大进步啊，你莫气严，
你互我做客户啊，也袂能互你做新妇，互阮两阿某吼安尼好好啊友好哩，还敢好？安尼哦，气嫌我当然是袂气嫌啦，啊是讲吼，会安尼刚好。知，啊，特当好的啦嘿。安尼我就有一个大兄甲大嫂啊，先说先开做小玲甲小美的阿姐啊。我算唔知你咧笑笑，囡仔人点点莫插嘴。是讲阿坤啊，你咧认我做客户哦，我是真欢喜啦。啊，我嘛真愿意互你友好呢。也毋过吼，若要叫我留在你的身躯边哦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因为我这个修行的人吼，啊，拢住伫咧山顶，已经住甲足习惯了呢。啊，若讲要叫我住这个繁华的都市吼，我惊袂适应你咧。这哎呀，我看你好啊，大新婆都安尼讲啊吼，咱莫故意安尼啊。对啦对啦，啊，我若转去山顶了后吼，啊，有时阵我会下山啦，啊，我若下山的时阵吼，我才来看恁啦，安尼好唔好？我有影呢。特当有影的吼，即摆登在山顶吼，上少嘛爱20年才有出山。啊，出山？哎呦，你敢要几种啊你？无啦，使我是讲下山啦。你真爱讲也毋讲就好。你是咧毋甘离开对无？无啦，我发觉。唔敢上好啦，唔敢。行来去转。无啦，大新婆啊，啊，呀你遐紧就要转去啊？大新婆，敢无还佫安尼加坐一寡，啊加大几工啊？无咯，迄唔通哦。你看我套动的吼，若继续佫加大2工啊吼，伊就互这个繁华都市改袂去呢。知我袂啦。我看你这个面表明都会佫讲袂，你直讲话，转来。大新婆啊，啊，啊，意思讲即马就要直接转去山顶啊？迄无咯，我着搁去甲阮小弟吼，小可甲报备一下啦。而且吼，还佫有阿呆啦、思安的啦，遐厝边吼，我拢爱去甲人相识一下，安尼才有礼貌呢。啊，这个名咧听得实在。就是载你转去，结果发现超迄个司机啦。哦，就是伊哦。真歹势，为着我，互大家无闲看呢，我毋知要怎感谢恁才好。对啦，若有机会，我要当面甲说一下多谢。啊，特当有机会啦，我保证。咱来这样咧吼，你是要用什么甲人保证哈？假使人若袂当见面，啊你毋着咱死。什么代志你都敢做？紧行，还没走啊？我上那个上那个。大金婆啊哈。大金婆再见。叫我大金婆，唔对，爱叫阿妈。阿妈再见。真乖，安尼唔捌着，乖，再见。再见。大金婆啊，你若有机会就去。啊，连你有人搁叫我大金婆啊？妈，对啦，我这好幸福。妈，你若有机会就一定要来找阮，阮会定去山顶看你。哎呀，特动。穿红衫滚头马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哎呦，大家认真过啦，好啦，多谢。有影，大进步啊！啊，即几工啊，迄电台直直咧放送哦，讲什么你替即个小玲啊、小美啊，甲找因老母转来即个代志，你嘛讲一下来听。哈，这个代志你拢知啊？我逐工嘛咧放送啦，唔知。啊，逐工拢咧放送。哎呦，这个钞票吼，当嘛是咧，这也毋是啥物货啊，佮讲甲互大家知啦。哎呦，大进步啊！你讲这无啥嘿，人迄啉钞票哦，逐工拢伫咧电台内面咧放送呢。哎呦，咱唔则大家拢知。你才有要做歹势，讲安尼啦。哎，啊是讲有遮好的代志哦，咱应该咧好好来办一段青草来庆祝一下。对。卖啦，卖遐尼客气啦，哪都安尼麻烦要创啥？我今仔日专工来吼，就是要甲恁宣布一件代志啦。哦。因为我吼这回下山来吼，已经真久啊，应该办的代志也办完啊啦，插的代志嘛插起有够济啊。我是想讲吼，明仔载要转去五指山，今仔专工来甲恁相识啦。哈？塞，真正要登去五指山哦？当然嘛真正的，无你是有意见是？我当然嘛有意见，
爬山到即嘛，我拢无好好表现，就要转来五指山。啊，一声转去哦，不知要10年、20年，还是30年，我一声拖挡无了的。大进步啊！哎，规矩我建议一个好无？建议啥？是毋是会当安尼踮遮加留一下嘛？哎呦，啊，就生想要转去啊！啊，加留一暗是要创啥啦？是安尼啦，拄则兔头讲遐话真对啦。咱即些若离开了吼，毋知要10档啊20档，才会当搁见面的对无？这回咱会当结下咯，这足无简单啦。规矩安尼吼，互我表示一下，我传一个切草，甲恁鉴别一下啦。你甲我鉴别？对啦。无咯，你这样哪安尼啊？讲要请是我讲起的呢，啥物你即摆你要请咯？啊，那就小我着，这我钱我开嘛，我请嘛。那毋是钱的问题啦，我这人有这生意，啊你袂晓安尼甲我抢伊啊？这我请啦，奇怪嘞。好，你两个莫为着请的，搁烧钱甲安尼伤感情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莫请啦。我有一个建议吼，咱来去游乐区来去佚佗一下，你是安怎？要去佚佗哦？嘿啊。哦，啊无安尼好，佚佗哦，做恁去佚佗哦。要我和阿金啊，阮两个留踮厝的，穿车草等。对。特动啊，啊，即摆安尼你有满意无？你真正特动。阿爸，我看你今日心情特别好啊。你哪知啦？我哪会唔知？你这罐香水吼，买10几年啊，才第一届摕出来喷。阿爸，你是毋是要带我出去佚佗啊？是啊，按照囝，当然的哦。但是你唔通讲一罐买10几年毋捌碰，啊，我定定咧喷，啊，啊无人讲，慷慨也无啥慷慨啊，啊。阿爸。真情红衫滚头马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又搁是你？哎呦，我就真奇怪嘿！我若要佚佗啥物，你就要佚佗啥物。这拄好诶，你爱佚佗，我嘛爱佚佗。我爱插你啊！算算来看，拢赚偌济钱啦？来，这个好啊，做得啦。免啦，你我做就好啦，无啦，我再做一个解算啦。哎呀，你哪免做，我出来，你看我当然，收起来，大金铺啊，这段团应该互我负责，啊，阮3只对不对？慷慨，你这多少？来，一个阮查某囝。这就是了。我啥那个对啦？我是惊你定啊，食了我通过买。你好药就对啦。来，你来，你讲，我起码需要甲恁分配一下。哦。啊对，啊若无看到行路啊哈？行路哦，去看汽水啊。哦，
去看汽水哦。我跟你讲，你去找行路啊，你两个斗阵，恁一队去佚佗。是，阿呆，我来去吼。行哦。我阿呆甲思安尼吼，恁两个好朋友，恁两个敢若裤头相伙咧，恁两个一阵。好，行。啊，扫落会透动的，你甲输了啊。是啊。你袂输是呢呀？嘿啦。啊，坐好，唔通碰见哦。透动的咧。啊，进去进去。我哩。你啊。打一声就趣味咯。慷慨真无简单，煞来等着机会，甲大金宝共一组。但是大金宝敢要甲慷慨共一组咧？还阁有一直咧跟踪大金宝这个查甫囡仔，到底是有啥物目的呢？伊到底是啥物人呢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敬请各位继续甲阮支持甲捧场。大金宝篡江湖。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人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戆，是我狂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七爷八爷，观众朋友，恁所期待真久的七爷八爷续集，就马上要开拍了。阮伫遮特别要向全省来征求8岁至12岁的查甫童星2名来演小七爷甲小八爷的角色，也阁有16岁甲20岁的女主角2个。好消息，好机会，大家厝边头尾斗相报一个。应征来配，请寄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奖艺制作公司收就可以。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敬请各位继续甲阮收看《大金宝篡江湖》。